早。早啊。你偷瞄我，我看我自己女朋友怎么了？那也没必要10秒钟瞄15次吧？你笑什么？你那么关注我，还一直数数，那书还看得了吗？你不懂，喜欢的书就是要精读。那喜欢的人更要细看。到了，下车吧。这么快呀？感觉你有点失落。才没有。哎，等等，干嘛？让你等等就等等。你干嘛都看着呢？看就看呗，随便看。刚开始穿高跟鞋，容易磨脚，我帮你贴一下。哦，对了，我还帮你准备了拖鞋，一会儿你带回去。上班的时候你别死心眼，没人看着的时候就把高跟鞋脱了，休息一下，知道吗？知道啦。上班去吧。一句话跟你说，今晚我们一起吃饭吧，就当是第一次约会。